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7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台北市林森北路的钱柜 KTV 5人死亡的火灾意外，敢是工人去充电才造成火灾呢？警方也等来调查。国内连续2天无确诊病例，而且是15天无出现本土案例。不过，稍有康复了后，佫检出武汉肺炎病毒情形。劳动节的亚政府有加全台湾234位景点列入警示，台南就列27位，市长黄伟哲真不服。讲到台北市钱柜 KTV 林森北路店发生火灾，其中内面5大消防系统封关起来。内政部处长花敬群表示，这是真严重的人为疏忽。内政部在今日也发文给台北市政府，讲这个案件要移送给检调去侦办。内政部也下令地方政府在1个月内要全面清查所有 KTV 场所。台北市林森北路钱柜大火造成重大公安意外，消防局初步判定是钱柜内部施工全面关掉消防警报系统。内政部处长花敬群也指出，业者无提出应变计划，5大消防系统全部关掉，有非常严重的人为疏失。我相信业者嘛同意关掉。无加好大。昨天那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人为疏失了，5大的这个消防系统全部都关掉，按你关伊照你讲，伊长袂使做生理才对。花敬群表示，爱依会场鉴定报告将后检在人为疏失，而且已经发文请台北市政府将此案移送检调侦办，防止业者脱产，也要求全国管区在1个月内清查 KTV 营业场所。我们也会要求所有地方政府针对。在1个月之内，针对类似 KTV 这样的场所，再进行全面的清查。移送的对象是业者还是包商还是什么？还是政府机关、地方政府的人员？可能还是要跟地方政府他们确认之后。国民党立委也强调，疫情期间考虑包厢是密闭空间，较无好维持社交距离，呼吁指挥官陈时中连同 KTV 等营业场所同齐关掉。会不会认为应该关闭 KTV 啊？对，当然所有地方不管任何地方安全距离如果没有办法维持，都要这样子。在起，国民党团也召开记者会集期，依照消防法规，拄着改建设来装修施工，应该伫开工3天前宣布消防防护计划，向辖区消防单位提报。然而，立会集期前规无依规定提报消防替代方案，才造成重大失伤。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的林森北路钱柜 KTV 第2日发生火灾，造成5个人死亡的悲剧。台北市长郭文哲伫透早也宣布讲，会全面清查台北市内 KTV、电影院甲封闭式公共场所，也强调讲违规者会向当来甲因罚规。当地大楼唱歌的民众拄到大火，造成5个人死亡，阁有人当地抢救。死伤严重的 KTV 大火再度引发公安疑虑。台北市消防局直接点名业者，因为施工甲5个消防设施拢关开，包括地下2站的消防设施是停的，8楼的水大无法度使用，自动夜水设备嘛关开。尾端查验讲的压力是0，火灾自动警报设备、紧急广播，阁有排烟系统拢是关开，无法度作用。今年1月17号。他也向建管处申请使用执照变更，可是他没有向我们消防局提出消防防护计划书来有关施工中的消防应变的计划没有。那我们在3月6号8大联合检查，还有10月30号的半年检修申报都是合格的。这次造成火警重要的一个伤亡的因素，就是他把5大的消防安全设备把它关闭。所以没有动作情形形同这个消防的设备虚设。台北市长郭文哲指出，火灾相关监视器画面、火场调查等事情拢已经全部交予检察官处理，嘛安排4个善后的工作，包括相关局处成立关怀小组协助受害者，也佮有调查出代志的原因，全面清查台北市的电影院、佮有 KTV 等场所，起火原因会等调查结果。要求建管处甲消防局处罚，将对台北市签过 KTV， 台北市府嘛要求全部拢要检查过一遍，有通过才会当营业。对业者，郭文哲虽然讲重话，但是有议员质疑，郭文哲年内的火灾死亡人数比郝龙斌年内增加36%。我有跟他们讲说，如果每一次都绿灯就表示那个项目已经做得不错，还要再修改。不过目前是这样的我们通常会这种火灾伤亡人数是跟以前在做比较。所以，如果在定义改变之后，事实上台北市的
这种火灾人数并没有说特别去恶化。因为代志发生的当时，关务体无马上到现场，互外界质疑伊无心伫做市政。佮加上最近的疫情，拢由副市长黄珊珊对外发言，关务体回应表示，连任政府无需要广告，务实解决问题较重要。记者郭彩吴家宝台北报道。台北市的钱柜 KTV 发生5人死亡的火灾，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甲消防局下晡也去检查钱柜锁固店的消防设备。不过有刘议员表示讲，钱柜的董事长透早就一直敲电话给市政府官员。黄珊珊也表示讲，这事关重大，啥物人接电话拢是同款的。为确认火灾紧急通报系统开始，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甲消防局长吴俊宏带队去钱柜 KTV 锁固店，一个检查消防安全设备，尤其是排烟警报系统、房间内底外口拢爱测试。按算这个礼拜内底拢爱全部清查。阁有国民党议员伫面册指出，钱柜董事长练台生敲真侪通电话给台北市府的官员。我们从今天开始，消防局会排程，希望这一个礼拜就能够完成。练台生董事长，对，我没有接到，没有一个人会把这件事情想要遮掩或想要有任何的隐匿。这件事情，人命关天的事情，谁讲都是一样，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敢是爱要求钱柜全面停业？黄珊珊强调，停业爱有相关的依据。出代志的钱柜零星店已经是要求停业，消防局、警察局、监管处等3个单位嘛，伫市议会应讯的时阵讲，因无接到练台生的电话。亡者默哀1分钟。台北市议会下晡全体为事件伤亡者默哀1分钟。有国民党的市议员质疑，有基层的起早，业者事先就得到通知，真歹发现问题，佮甲人防止像即届人为甲警报系统关开。都会抽烟嘛，所以业者会把通报系统关掉嘛。你怎么查也查不到啊，因为你只能现改，对吧？是的，因为太多人在包厢里面抽烟，因为他一抽烟，这个防烟侦测器通报的时候，不是只有通报他间包厢啊，是全部的包厢都通报。为了避免业者讲一套做一套，市议员要求市府应该要加强处罚的力度甲检查频率。市议员尹小薇是要求市府要协助受害者3天内底成立自救会，向钱柜提出赔偿甲求偿等事务。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国内的疫情。国内是连续2天拢无出现确诊病例咯，而且是连续15天无出现本土案例。台湾的感染人数依次伫429例。不过，伫个顶礼拜却出现一个个案，经过3摆采检拢是阴性，出院了后却各方验出阳性，这个个案就要搁转到病院住院治疗。国内各一届高一例确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国内日前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敦睦立队群组感染依次伫咧31个人，全台湾累计确诊的个案是429个人，而且已经连续15天无本土的病例出现。现在有零确诊的情况，那我们就要努力把它维持住。但是如果有个案发生的时候，大家也不用惊恐。我们现在都知道说有个案发生，我们就好好的用我们这样既有的方式，好把它围堵起来。另外，武汉肺炎复原了后，佫采检出阳性的案例，伫咧国外未少。因为安尼，台湾一直采取经验价3采阴性的政策，也就是确诊的人都爱经过3届的采检，拢是阴性才会当出院。想袂到顶礼拜有一个确诊的个案出院了后，感觉胸坦实无爽快，家己去看医生做采检，各方验出阳性，显示体内还佫有病毒。因为安尼，厝内的人甲密切接触者都爱佫重新居家隔离14天。发现非常弱的阳性代表的意思就是说那个病毒是有是无不过我们还是把它回到医院里面再去住院当中，这是唯一碰到一个3阴以后出院以后，那检测上我们判读还是叫做再出现阳性的状况。因为台湾佫一届零确诊的成绩，指挥中心嘛宣布要推出互台湾做世界的活动，民众会当透过健保行动快易通的 App， 甲家己有注文无去领的喙罨捐予其他的国家。另外，荷兰为着要感谢台湾捐喙罨互因，嘛特别空运来台湾3999蕊的荷兰国花郁金香，来表达荷兰对台湾的感谢。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在今仔日也召开记者会，针对疫情期间伫军舰顶头的官兵若准有发烧，是要转来军舰，或者是用直升机去迎接，相关的 SOP 也拢有准备好势啊。最后的判断会由国防部来做决定。海军敦睦舰队就备案继续探索，因为敦睦舰队31名官兵确诊，成为军方防疫新教材。未来敢是伫疫情期间，军舰派上巡逻，若讲有官兵发烧，出现疑似武汉肺炎症状，军舰就随返航。
二次的记者会上，国防部特别强调，今次返航重点的回报，将由国防部来判定。军医的一个初步的研判，然后依照当时的一个状况来处理。例如派遣救护直升机将人员载回，或是直接取消任务，将船舰直接拉回隔离港口。重点是他只要回报来了以后，他们医官可以做简单的评估，然后做一个隔离的做法。那是不是要回航，当然还是由我们司令部或国防部最后来决定。另外，潘石南等3只军舰什么时阵才会当恢复战备？国防部强调，要配合专案小组后续调查进度，配合后续的一个调查的作为。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一个战备任务，要做隔离检疫也好，或者是健康管理的相关的作为，这些人才会恢复战备的工作。对立法院国防委员会顶礼拜决议成立调兵事件的调查小组，要求国防部提供4项相关文件，二次却被民进党团复议推翻。国防部也证实4项文件中，包括准备苗栗岛加航标日志这2项，确实涉及机密。那2件，一个航舶日志，一个是描基图啊。这个因为这个比较敏感，立院如果说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我们都就是会配合。新的检疫快台试剂预计5月出来，国防部已经积极争取规划，予军舰优先处置，减少军医误判。另外一位因为拍篮球、甲海军卡进官兵接触的空军现役军人，国防部强调，目前已经提出隔离状况良好。因为调配风波已经调离现职的男子部指挥官高嘉宾，支队长陈道辉，国防部也强调调离现职未是最后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5月初1劳动节连假，观光景点的人数要安怎控制呢？疫情指挥中心会同交通部，打算伫拜二要发布加强版的1968 App， 全台湾有234个景点会列作警示地区。不过台南市就27个点放列入去，市长黄伟哲也出面发声，表示讲无法度接受。使用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1968路况 App， 下晡2点外，用明山的德甲湖显示是红色的，提醒人真多。实际来到现场，路边还有停车的空间，海王园内底有不少游客等咧翕相。不过来佚佗的民众讲无感觉真客。我觉得还好啊，空气也好，现在人不多。我觉得还不至于到拥挤啦，对啊，因为你们在现场都看得到嘛。对啊，就是还好啦。为着要控制5一连续假期的人流，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甲高速公路局1968 App 升级做加强版。边仔新增加的圆形标示，就是景点的所在；显示绿色就是正常，黄色就是代表人有较侪，红色是代表人真侪真客。全台湾拢总有234个景点有列入去，包括13个国家风景区、夜市啊、甲商圈，还佫有整合过去3个月的人流热点。最后佫由指挥中心补充建议的地点。那真的让我们无法理解了。你看台北市的防疫警戒区才只有4个，台南居然占27个。台南真的有，台北市的这个确诊病例数有110几个，台南市只有16个。我们真的比台北市这么危险吗？对各个地方的那个营业点的话，减少了收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会担心？也会担心，因为现在真的是太少人了。台南市长黄伟提反弹，讲台北市敢若有4个景区放列入去，台南有27个，真明显是无合理。顶摆清明连续假期发细胞感染了后，台南景区的生理是变真歹，即马佫加扩列20外个景点，点头嘛烦恼无生理。另外嘛有民众烦恼讲，使用 App 来监测人流，恐惊会有个人隐私的问题。是就总量，它没有涉及个资，因为我们基地台附近大概都会知道说你手机有开，有多少的那个大的一个数据，用这种方式呢来做智慧的交通管理跟服务。交通部强调，拜二才会由指挥中心正式公布加强版的 App， 目前 iOS 版更新，安卓系统希望伫咧拜3进前公布。除了景区的人流显示，嘛显示景点停车场的信息，若停满一半就无搁互停车，互民众会当随调整行程。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推动纾困，政府有提出金融国家队。数人认为讲纾困政策的配套措施有欠点，低数银行核准贷款的金额上过低。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也表示讲，政府已经推出真侪项政策来协助银行分散风险。另外，去公园的部分，经济部长施明德也表示讲，发放的时机要尊重疫情指挥中心的专业判断。
武汉肺炎冲击经济，行政院筹组金融国家队来加强纾困。即马却传出，政府目前提出的纾困政策配套明显不足，致使银行核准金额增加，引起多位立委的质疑。在去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政府已经推出多项政策协助分散银行风险。民间银行啊，不到范公府的2成啊。 你可以做一点事情啊！在政策性贷款的部分哦，公股银行到4月24日为止的核准率大概是63点多，那民营的部分大概是36点多。民营银行的核准率确实是稍微低一点，自办的这个部分哦，2个就差不多了，大概一个是73点多，一个是63点多，所以我们现在总体的整个核准的比例哈，已经来到了差不多是68。 要组成金融国家队，假设没有完整的配套，您这个所谓金融国家队啊，口号真的是口号。将备抵呆账在2000亿的部分降到0.5，我们现在也要拿存款保费这个部分呢，对绩效表现优良银行来做一些实质的回馈。 顾立雄表示，目前央行已经调降转融通利率，为0.25%降到0.1%，也提拨1.8亿存保保费，对绩效好的做回馈，对业务申请案做加分。店家甲民众拢关心的7个经费拍折的库碰馆到底什么时阵上路？经济部到即马由员工未出一个时间点确定跳票。不是4月底，因为我们就强调这个要到这个振兴阶段，那这部分我们要来要听指挥中心。新营顶强调，保证有完上于纾困阶段，以薪水补贴、给利贷款为主。若发库碰券无时间表，发放时机尊重指挥中心专业判断。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的综合所得税报税期间对5月初一开始，也因为今年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财政部也将报税期间延长1个月，也要提早来退税。另外，各地头的国税局也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包括社交距离、防体温、挂嘴暗，也要爱处纠正。5月报税季节要到啊，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财政部除了放量综合所得税申报缴纳的期限到6月30，嘛积极推动伫咧厝的透过网络来报税。若是民众真正要去国税局来申报综合所得税，都要配合相关的防疫政策，若无是袂当入去国税局来报税。 可能最快是明天，明天会完成公告。柔性劝导方式为优先，所以民众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我们其实还是会用柔性劝导，劝他能够戴上口罩，然后我们来替他提供服务。除了相关的防疫作为，财政部嘛有几项的减税新制实施，亲像是基本生活费为每一个人171000块，调悬到175000块。以独身仔的上班族来看，加上免税额甲扣除额，一年收入408000块以下就会当免税。 翁仔某拢有领薪水的，一年收入816000块以下就会当免税。若是以一家伙仔4个人的家庭来算，今年报税会当加扣16000块。为了因应高龄化社会的长照需求，财政部嘛新增加每一个人一年有12万的长照扣除额，不过说有排付条款，按算有29万户受惠。有人讲并无条款的薪水所得特别扣除额，新增加核实检除，包括服装费、进修训练、职业工具3项支出，上济当检除薪水收入的3%。另外，2019年结婚的同性伴侣，今年嘛会当做伙报税。 那109年才办理结婚登记的，那就不能采合并申报的方式。那也提醒，结婚登记以后第2年起就一定要合并申报。另外，民众若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短时间内底无法度负担来缴税，财政部嘛头一届放令，无限制金额的关系，会当申请延期纳税，或者是分期来纳。若是选择延期，期限上长是1年；若是分期上长，会当分36期，1个月1期，期间拢总是3年。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台北市林森北路的钱柜 KTV 发生火灾，造成5个人死亡意外。查到到地，才发现讲是5楼的仓库伫咧着火，而且伫咧昨透早9点，有工人摕物件入去充电，过2点钟后，仓库就熊着火啊！警方在今仔日也甲施工单位的工头叫来看门。 消防人员入去乌马卖包厢救人，原本伫 KTV 唱歌民众因大火乌烟，才甲伊赶紧用沙按碎片，消防员赶紧为伊挂防护头套，将人救出来。台北市林森北路的钱柜发生大火，造成5死1伤的悲剧。外界怀疑是毋是当时正咧做电梯工程有关系，毋过包厢无承认这个讲法。
我在工作的时候闻到异味啦，我就奇怪怎么会有异味呢？然后我就离开那个我们的工作区块，然后就出来外面了，然后就看到一走出那个走到那边就整个是火啦。关掉所谓的一些什么洒水、什么警报这些，不是，那我不清楚啊，因为那不是我们操作的区块。起火点伫前几5楼的5一级杜仲社，离施工区确实有一段距离。透过当时的监视器，因看到伫20楼早起9点07分一个施工的细黄工头，好亲像摕到雷声固测器的电池入去杜仲社充电。到了10点54分，杜仲社闪前扑出火光，随去乌烟到位6楼的餐厅，7到9楼的包厢窜过去。检方初步确认，罹难者死因拢是砸伤。搁伫个27中回现场勘验，不过起火现场只剩好亲像是电池的残骸。充电的时候有觉得电池怪怪的吗？为何杜仲社会导火同时充电细换工头17被警方传唤？伊承认确实是带电池去充电，先后被移送到地检署复审。要调查充电是毋是甲火警有关系，加上 KTV 的警报系统、放送设备、排烟设施，伫火灾时阵拢是关的，是毋是有人为疏失？钱柜姓陈的常理、姓张的副理、姓黄的包厢已经被传唤3人各以25万交保。火灾大命的原因，检警会继续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 KTV 发生火灾，台中市政府伫27也去临时抽查钱柜 KTV 伫台中自由路的店家。目前抽查结果是讲，抽查3间的包厢着2间的警报系统出问题。市长罗秀燕是当场要求爱停业。另外，高雄市政府也有去检查管区内面的钱柜 KTV， 初步认定伊的消防设备拢是合格。现在3楼发生火灾。KTV 包厢内底火灾警报声的声音淡起来，台中市政府日前下晡去钱柜 KTV 进行联合安全检查，市长罗秀燕嘛来现场进行抽查，凊彩抽查3间包厢，都2间安检无合格。罗秀燕认为公共安全无得参详，当场命令业者遂停业。他们都有这些设备，但是这3间抽了2间。有2间的运作是不合格的我们决定要采取最高的严格标准。那这家的 KTV 必须要整栋暂停营业。台中市政府表示，无合格的2间包厢问题拢伫咧警报广播系统，消防局的人员测试火焰监测器了后，一间是广播收细声，另外一间是完全无广播，因为安检无合格，业者就随甲大门关起来，大功告讲暂停营业，而且嘛等下会伫咧上短时间来改善。我们会立即会改好，那我们会通知市政府再来做复查的动作。高雄市政府日前下晡嘛去钱柜 KTV 进行安检，检查各消防安全设施了后，确认拢有符合规定。高雄市政府会对所有的视听歌唱业增加客载频率。目前我们所检查的各项的设备包括火警自动警报设备、排烟设备，以及我们的室内消防栓的设备，它都是符合我们的法令规定，而且都能够正常运作。高雄市目前有441间视听歌手业者，会伫咧1个月以内完成普查，无合格的人会予因1个月改善期。若是台中市政府除了针对辖区140间业者例行性的客查以外，而且佫会另外推送专案客查，绝对要要求业者落实公安，避免台北市5个人死亡的悲剧佫一届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伫咧新加坡，移工宿舍群聚感染事件是愈来愈严重，而且又搁增加799人治疗武汉肺炎，确诊人数已经来到14400多人。长期展览中心也随改造，会当收留4000位患者的临时病院。亚洲规模上大的航空展的地点，新加坡的长期展览中心用6天时间改造成做4000个床位，专门收治新冠病毒患者的野外病院。25已经有第一批病人带入去，因有10位全部拢是孟加拉甲印度的移工，被分配到会用住8到10人的房间，内底有床、塑胶柜仔甲电风。伫安置轻症患者的长期隔离中心，每一个房间拢有配合测量的医疗器材，互患者逐工用家己检查健康3摆，还佫遥控机器人提供餐点甲视讯服务，研究接触。目前正是穆斯林的在界外期间，伫新加坡展览中心的野外病院要进行祈祷仪式的患者爱挂喙安。
期待时阵也爱加开。新加坡总人口570万人，到日前为止，通报14413例病例，是亚洲地区确诊人数上济国家之一。新增加病例差不多拢是住伫真溪宿舍的外籍劳工。所以，新加坡当局已经下令延长即卖封锁措施到6月7日，其中就关学校、关非必要的服务行业，以及将外籍劳工限制伫宿舍内底。Watching movie and reading books, this only because we cannot share one roommate also any playing. Sometimes we inside room do some exercise, just push up only. This only. 同款伫马来半岛的马来西亚，数百来自印尼伫吉隆坡工地工作的劳工，26怨叹当局防疫措施，还无透露佫无法度返去印尼，只用的全部干来外靠印尼义工团体协助。Tak ada tambang saya boleh balik. Kalau macam ini terus saya mati sini. Tak boleh tahan kalau macam ini. Di macam ayam dikurung ini saya. Mau balik pun uang tak ada, kerja tak ada, macam mana？ 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中国疫情。到2日为止，中国敢若通报增加3个感染者。中国官方也讲，现有的本土病例已经降到100例以下，甚至讲伫武汉的病院已经无确诊病例啊。不过，伫咧乌龙港的群聚感染犹原是真严重。另外，在今仔日是真侪大城市、各中、高中3年的开学日，学校面对疫情犹原是真注意。中国官方讲，病例累落来，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新数据2日为止，中国新增3确诊病例，创中国疫情通报以来上少病例。中国现有本土病例降到100例以下，武汉2日头一摆出现所谓大院的确诊病人全数清零记录。这名77岁的新冠肺炎患者，第2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临床症状解除，达到出院标准。湖北。当日无新增和现有确诊疑似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进驻欧巴武汉的中央医疗人员甲坐镇的国务院副院长孙春兰2日已经率团登去北京，也不过乌龙港哈尔滨市的疫情犹原严重，2间病院出现大规模团体感染，也佫有一个团80的超级传播者。为查到爆发高达已经扩散到总计87人。哈尔滨副市长南湾辉等人因为防控不力，防处分。中国医学专家也为武汉转往乌龙港坐镇。看的是封城以后，这种没有人、没有车辆、没有看到繁华似锦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遗憾吧。但是为了疫情的控制。而北京、上海甲广东的各高中3年级的学生开学，大门口将办量体温的人员，加强防范。今日教师以后每一位学生挂嘴安，专人量体温。要学生家长提供了这个健康的绿码，而且我们要求学生进校门的时候要提供连续3天的一个测温。应付高三开学，教室坐回距离拢计1公尺，准备催安。学校也设健康观察室甲心理咨询室，提供生理心理的医疗服务。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日本甲韩国的疫情有较退，不过伫咧韩国却出现200多人康复了后，各方检出武汉肺炎病毒，详细原因搁爱追查。另外，伫咧日本东京的新病例虽然有确认，不过有超过70%的感染者是找无感染源，相关单位也是唔敢大意。首尔有名的明洞大教堂开放互信徒参加礼拜1的弥撒，不过原本应自由进出教堂的民众，即马爱排队登记，而且教堂方面也遵守社交距离规定。 미사가 멈췄던 게 다시 재개되긴 했지만은 저희가 단체 활동이라든가 단체의 어떤 행동들은 다 교구 차원에서 다 막고 있어서 그렇게 일반 시민들이 걱정할 만큼 뭐 큰 어떤 활동이 생긴다거나 그러지는 않을 것 같아서 많은 분들 걱정은 안 하셔도 될 것 같고요. 韩国政府也正咧研究，予各高中生登去学校上课，初期以要准备高中甲大学联考应届毕业生为优先。只是学生登去学校自做会对防疫工作是真大考验。同款的困扰也发生伫日本，伫国境之南的沖縄，搁正做日本民众旅行的热门地点。
奥克纳话县政府甚至呼吁各地民众，除非是必要，暂时卖去，则被大量人潮造成防疫负担。在中央政府方面，首相安倍晋三也伫27日疫情应变会议了后宣布，扩大禁止旅游的国家名单。先週24日に感染症危険情報をレベル3の渡航中止勧告にまで引き上げたロシア、ペルー、サウジアラビア等の14カ国について入管法による入国拒否対象地域に追加することとし、29日午前0時から効力を発行させるものとします。日本 NHK 電視台報道指出，確診病例上濟東京16日新增加人數是72人，是最近2禮拜以來新增加人數第一擺佇100人以內。官員認為是呼籲民眾減少出外的效果。不過，這72人當中有52人感染方式無清楚，比例超過70%。記者綜合報道。美國嘅武漢肺炎感染人數已經要上100人感染，死亡人數也要破5萬人，是目前上界嚴重國家。不過，在這禮拜已經幾個州解除封鎖啊。北京嘅防疫專家也強調講，就算天氣開始變熱，防疫措施也是要繼續推實落去。是美國副總統嘛是聯邦防疫總指揮嘅潘斯，頂日接受媒體訪問時陣表示，新冠病毒疫情有機會喺5月過上一個8個禮拜，也就是熱天9月時陣結束。對這個代誌，北京嘅防疫專家日接受媒體訪問時陣表示，到5月底，確診病例數量甲死亡人數會減少真濟。不過就算是安尼，社交距離嘅防疫措施嘛應該繼續推實落去。We should still social distance. We should still wear those masks to protect others as we work through this epidemic. But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see that sunlight, direct sunlight, may actually be able to kill the virus. 如果這個8個禮拜，加州出現第一波攝氏30度以上嘅熱浪，就算講居家避疫令還未解除，航天頓、新港海沙堡、高羅湖球場，還有香港嘅報道嘛，攏出現真濟人。I mea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out since March 23rd, so I'm doing my due diligence. We are keeping our distance, and life still has to go on. 伫咧喬治亞、奧克拉荷馬、阿拉斯加、南卡羅來納等等4州了後，這禮拜開始，科羅拉多、田納西、蒙大拿、密西西比等等嘅州嘛解除封鎖，重新啟動經濟。全美疫情中心紐約州州長古堡日伫咧每一天嘅例行記者會表示，當前死亡數字降到400以下，是最近1個月以來高一天上低通報嘅死亡數字。佮加上大疫甲感染數字嘛繼續伫降低。共款嘅狀況若是會當維持14天，紐約會當伫咧5月15解除封鎖，開始第一階段嘅復工。Phase 1 of reopening will involve constr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And within constr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those businesses that have a low risk. 除了安尼以外，古堡嘛預告熱天和職棒比賽，伫咧無觀眾嘅狀況之下，恢復比賽可能性。古堡講，伊甲幾個職業球隊頭家參詳過，要安怎伫咧無門票收入，敢若靠轉播收入嘅狀況之下，互體育經濟運轉。記者綜合報道。國發會發布3月景氣概況，景氣對測信號嘅綜合判斷分數，平指月減4分，總數來到20分。頂號也對頂個月青燈轉做是黃藍燈，這表示着各項指標攏落落來。國發會表示，景氣是受到疫情嘅影響。李科長替我們。對於領先指標來看，這回是連續6個月攏落落來，6個趴數比頂個月更加大，表示景氣有真大幾率會變弱。另外，分數減少的項目有估計指數、海關出口值以及着機械家電機設備進口值。分數有增加的項目包括着工業生產指數以及着批發零售加餐飲業的營業額。國發會表示，主要的經濟機構攏預測美國、歐元區、日本等經濟體遇到經濟衰退，台灣的經濟也會受到影響。也因為疫情的發展真歹預測，在時間內全世界經濟貿易恐驚是真歹恢復。講到咱國內做新娘紗業者也受到影響，真濟人甲婚期延後，結婚相片的時間也對咧延後。業者表示講，因為成本真高，也險險出現資金周轉出問題情形。好加在政府的紓困方案對因的勞工薪水有補貼，減輕業者壓力。對不起，中山北路分世街最近受疫情影響，生理零零清清，業者表示有將近90成新人延後翕婚紗相片，回景店下晡只有一組人客，而且也是在疫情爆發之前已經買優惠專案。激烈的一次，
然后因为他本身也就是快生日了嘛，对啊，就是送给他的礼物这样子。业者表示，今年3月上惨，公司营运开始出现问题，尤其资金调度出现危机。因为每个月储税差不多30万，加上人事成本70多万，每个月开店都要收70多万。除了国内收入减少，来自海外收入也减少真侪，影响上大。过去每年出口办婚纱店，一年12场，每场营业额4000万，疫情爆发了后拢无啊。另外每年有2万对新人来台湾翕婚纱相片，即卖入境管制了后，超过一季损失1亿。最低的时候1个月大概收入才10几万而已，现金流已到差不多3月份的时候啊，已经可以差不多所谓的断了它的金流量了。不少婚纱业者收入减少超过50%，申请纾困，除了劳工薪水部分有40%薪水补贴，上限2万，为期3个月，也有一次性营运资金补贴，每周员工1万块，疏解营运压力。在服务业这边目前去收这个50%的这个衰退的部分呢，案子其实是非常多，需要补件的其实有800多家。另外，针对小规模营业人，50万小额第2贷款，因为未少点头万叹，第1年都要交4万多块，在疫情当中负担伤过重，也放松行政条件。还款期可以从现在1年变成2年，前6个月呢可以只还利息不还本，这对小规模营业的这个现金流会有很大的帮助。劳动部要伫这礼拜推出每人上限用贷10万块劳工加2贷款，也较松认定，只要有工作事实就用新贷，而且无必帮申请人劳保就保资格。新贷一期办法最近就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批武汉肺炎的疫情，害真侪表演艺术活动总取消。不过，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决定要提出疫情期间特别方案2.0，投入1亿2000多万，用来进行艺文产业。挂嘴暗演出古典风格歌谣曲，这是国家交响乐团 NSO 伫咧26暗时所推出的线顶演出。所有参与4场奏演出的演奏家，全部拢有挂嘴暗。伫咧武汉肺炎疫情的期间，表演活动受到人数限制的冲击，真侪表演拢取消。NSO 为着要满足乐迷，改用线顶的方式来表演。乐团嘛强调，演出的时阵会甲防疫做好。室内乐那绝对安全距离是没有问题的。那管乐即使没有戴口罩，可是它一定是在1.5公尺之外，甚至是超过。疫情大大影响到表演艺术界。针对这点，国家表演艺术中心佮推出纾困的特别方案2.0，按算要投入1亿2000多万。其中国家两厅院强调，要趁这个机会，佮较积极来发展数位观演，而且会增加佮较侪影片放上网。董事长朱宗庆强调，袂当等疫情结束了后才行动。让他们不要停，大概一定是受影响，不要停。那么这个恢复能够尽早提前恢复，让它这个园区不要伤太厉害。这届疫情两厅院受到真大的冲击，收入减少1亿3000多万。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的董事长朱宗庆表示，文化部的纾困是要提供给一般的艺文团体，因会设法家己处理。也若两厅院卖票的系统嘛推出落雨天、咱野雨伞的活动，若是买票的民众有意愿，会当申请甲退票的钱捐出来，协助更较侪艺文团体甲工作者。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公卫学院根据着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资料分析讲，全世界的经济健康损失已经达到美金467亿。也若疫苗部分，台湾已经有厂商伫咧开发咯，所确定法规临床测试到当时半度进行。疫情大流行，全世界健康经济损失已经到467亿美金。学者表示，要根本解决疫情，一个就是解药，另外一个就是疫苗。目前，牛津大学疫苗人体试验已经开始，征求18到55岁健康的志愿者，有估计要扩大招募5000人。台湾目前也甲美国合作，疫苗已经开始生产。不过因为法规、临床试验的问题，也该甲食药署也个美国相关单位沟通。希望在今年的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至少要有一波，能够有一批疫苗，能够让我们的最前线医护人员、这个港口、海关等，能够接受这种叫做紧急状况下精准挑选对象。都无南队最近700多位官兵做抗体检测。出现中医院甲台大病院一个昆阳实验室，检测结果差真多。中医院研究员谢世良讲，自真正的病毒抗原选择，无共检测方法的敏感度甲临界值拢无共款，
这拢会影响结果。也毋过抗体产生甲时间是正比，若是进行第2遍甲第3遍的采检，检测的正确率会更加悬。这些病人他都在一个早期的范围，所以抗体量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可以在随后不同时间点再继续采检。那假使抗体它的阳性率、它的量越来越高，我们就可以确定说哪一个方法是比较正确。学者表示，国内运气真好，有无同的检验工具，甲结果综合做伙，体检确诊这时阵就无容易有漏交。而对有专家认为，卡这名会让用来对抗武汉肺炎。台大公卫学院的主任陈秀熙认为，这么下定论也阁伤早，爱正谨慎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有6000多间药局对2月开始就担起卖喙暗的任务。虽然政府的措施有咧调整，不过也有药师真拼说讲，只要喙暗还阁有，因就会继续服务民众。开始卖喙暗到近，阮是毋捌休困的，阮是逐工卖。阮敢若一个希望，就是伫咧即届疫情，大家拢有够的喙暗，莫着病安尼。帮民众一个一个过卡，民众家己付钱了后，才去帮因的手消毒来发喙暗。台北这间丰仁药局服务社区将近半世纪，目前由2代接班。2个半月以来，逐工卖200份的喙暗，中嘛自愿来加量卖喙暗。哦，谢谢，内底有高地。这位排队买喙暗的民众就表示讲，这是自细汉就真熟悉药局，服务嘛真周全。他们会很贴心的帮我们在健保卡的背面。就是特别贴一个标签，那就告诉你说你下一次可以领的日期是什么，你也不用特别自己去加减。这是我们的社区药局，所以人情味是非常浓厚的。全台湾超过6000间的社区药局负担第一线发防疫物资的任务。2代接班的黄药师表示，分装过卡卖喙暗这流程，逐工上无就要开始5点钟，各单经手超过56000片的喙暗。这段时间，好佳在有伊的妈妈甲太太做伙斗相共。伊爸讲，这加减影响药局原本的营收。政府一天发800块，也是淡薄仔补贴尔尔。也毋过伫防疫的非常时期，伊爸望家安尼做伙斗相共，会当赶紧度过难关。行动不便的，比如讲坐轮椅的，比如讲阮本地就来摕迄慢签的，摕慢性病，阮知影伊，比如讲伊有一寡，伊就无法度行路啊，伊可能啥物袂拄好啊，阮拢会甲因讲，你免先摕无。甚至阮帮伊送过，这是丰仁的原则啊。好，拍者哦。规百公尺的排队人潮，伫咧药局头前排2个月，总算伫咧4月的时阵，一遍会当卖2礼拜9片喙暗。所该排队的人潮，包括药师会当小小喘一下。黄药师望民众会当加一份体谅，未来伊会继续守伫咧第一线，为民众来服务。记者由警长药水台北报道。伫咧芬林斗六环球科技大学设计系学生，因有家己设计喙暗套仔，而且一寡喙暗套仔卖出去的钱，也捐来帮助有需要的弱势团体。行伫咧舞台顶，展美丽、展时髦，真互人看水的 model， 大家人都拢挂喙暗，真足甲看。乌的、红的、青的，这个喙暗套仔，包括色水甲形体，拢是学生家己配色、家己主张的。用比较时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口罩套的使用。同学阅读过金庸的著作之后呢，然后一整套的服装来展现金庸的著作的一个内涵。结合金庸小说、刀光剑影的武侠元素。芬林斗六环球科技大学时尚造型设计系老师甲学生用金葱的大纸装塔喙暗，也设计这种有印猫仔、麒麟鹿甲各种花草的喙暗套仔。伫咧防疫的期间，要展现创意，也甲这的喙暗交互创设基金会来义卖，希望替食物人募款。我想就是一个价值的附加，也是个价值的一个穿越跟安装。一个100元。
好，因为我们目前的植物人呢，一天每2小时翻身一次，换尿布1次，所以100元的意义呢，大概是每天收集10块钱一个尿布，10块钱。这阵病症也搁继续伫咧拖，环球科技大学的学生用因对服装设计，也搁有推广美学的概念，设计这种充满少年气的喙暗套啊，希望得到大家支持，挂奇卡的喙暗，保护家己，也做公益，助赞弱势的人。记者综合报道。有人讲食蒜头对身体好，伫咧疫情期间，蒜头的价值也对咧起悬。伫咧蒜头的产地分林刺桐，这几日啊，就贼仔去偷摕人家的蒜头，不过伊的行踪全部互监视器翕落来，警方目前也当咧追查。这个男性甲车停好了后，先落车甲4颗链灯看看咧，发现外口无人伫咧掰蒜头，就随走入去人的人家厝内底，甲2大袋蒜头搬上车了后，就逃走。规个过程拢去互监视器翕落来。受害者就是这个甲人掰蒜头的负责人，伊甲蒜头掰好了后，放伫咧门骹口，煞去互贼仔偷摸走2包，拢总有100斤。安尼晒过啊嘛，吼，监视器安尼晒过啊嘛，爱甲佫倒退路嘛，伊肯定有影到啦。啊，因当阵恁无人伫咧？拄伫咧遮，去因遐遮啊。你去困啊？我听到声，我就紧走出来，人已经走。摸了就走啊？蒜头的话是1斤110。110哦。今年价钱是比较好就对了。比较贵，少那个量也比较少。也比较少。他偷的那个大概量跟价钱大概是多少？大概1万，市价那1万那边，因为是他偷100斤的。分林种蒜头的农民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蒜头是真抢市，搁再加上今年蒜头因为气候的因素减产，蒜头的价钱比去年还搁起2成。大的蒜头一斤起到100块至150块，因为价钱好，真侪农民有提高警觉，不过也是发生有人偷摕蒜头的案件。有了着啊，可能放出来，伊搁开始啊。安尼。嘿。这附近敢有人去用偷过？附近。足济啦，足济拢去用偷去，拢甲偷去。啊，拢一寡乌巴桑辛苦穿，啊，共偷去。这个负责人表示，这个蒜头是伊替种蒜头的人代工掰，甲蒜头的外缘皮掰起来，再搁包装，一工赚无1000块。即马就爱赔偿这个钱，互种蒜头的农民。针对这点，启东分驻所表示，目前已经掌握到这个贼仔的身份，偷摕物件已经是真侪届，会积极找到这个嫌犯。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西瓜价格是博价50年来上价价，产地1公斤干那剩3块至5块，不过种植成本就要7-8块。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西瓜无法度囤，也无法度外销，政府会来斗3共收，也会请卖饮料业者加卖西瓜汁，互大家问题完全拢解决。天气渐渐烧热，来一杯清凉消暑的西瓜汁，一个就解渴。即马是西瓜大出。啉西瓜汁当是时阵，只是伫龟农辛苦几半年，毋着这个时阵却是笑不出来。4块半、5块也在卖啦，这边啦，批发啦，系啊，所以产地真正就超3块的当卖尔。今年西瓜收成好，除了是大个圆，卖相真好。因过受到疫情影响，餐厅来客数减少，连带饭后用的水果进货量也减少。产销失衡是地害计数的主要原因。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已经准备启动收降机制。要这个50年来西瓜都唔捌熟干哪土的，这个时候咱倒爬纠结好不好？我们可以针对所有的，比如说全国的茶饮料业，全部收来加西瓜汁。因过龟农无看好，农委会要加西瓜汁来冲销量。拍果汁的，这我看是那无效啊，特别销袂行啦。安怎讲？你果汁你关咧，拍果汁算少啊。团商表示有感受到西瓜种货价销真俗，但过一天卖无偌济，袂安尼加种货。我们这种小生意不比大盘商或中盘商这一种，因为我们每天用的量大概是这样。另外，若要辅导原本毋是卖果汁的茶饮业者增加设备，到底有啥物样的顾忌？政府相关单位恐惊爱加动一寡脑筋，想看卖啊安怎行销西瓜，互民众愿意提钱出来买西瓜，比靠政府收买，更加会当有关计数。记者综合报道。热天特别到咯，这也代表西瓜特别大出啊！伫咧森林赛地就有一个西瓜大王，对西瓜特别坚持，咱也做伙来了解。
一粒一粒大粒的西瓜，用纸箱啊叠加好细架，才拄送到位。婚林西里镇，互人叫做西瓜大王的苦冻水，无用刺刺，倒替人客经西瓜。另外一边，员工是无用切西瓜，倒加西瓜汁。天气愈来愈烧热，民众食到西瓜苦挂保证的西瓜，拢讲心凉鼻透开。很甜，很甜啊，口感呢？ 很好吃。从台中来，因为上次新闻报道有报道，然后我们小孩子喜欢吃西瓜，就来这边了。一袋一袋切好的西瓜，一盒只卖50，西瓜汁一杯25，20外冬来唔捌起价。西瓜苦劲的西瓜，逐粒就水，逐喙就甜，搁才会着淡薄仔刷刷。卖西瓜超过半世纪的苦冻水，因为对种西瓜真内行，大家拢叫伊西瓜大王。苦冻水讲，伊只卖第一季特选的西瓜，因为肉质上介好。今年品质真好，因为无介寒。 啊，无落霜，20年来拢介绍差不多，啊品质也好，介绍就加倍搁加倍，啊这拢人客来认同的。即阵受到疫情影响，店内暂时无卖规批切好的西瓜，希望降低感染风险。店内也加强消毒。虽然病症还搁伫咧拖，冲击济的产业，不过人客对西瓜苦这间老店也是真支持。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大学教授朱素贞利用电脑科技设计出8束旗袍，伫咧屏东美术馆展览。因为疫情的关系，甲出落来布料变做是翠暗桃啊，犹原是真迷人。这8束各有特色的旗袍，拢是屏东大学视觉艺术系教授朱素贞的作品。伊结合东方和西方的特色，做出一束搁一束。 高贵又更好看的旗袍，比较中式的东西跟西方的东西做结合，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味性的。因为像这种旗袍就是很多花朵啊，然后可能比较有气质吧。可是老师就是运用那些名画，所以创造出一种不同的感觉。利用这个中式的旗袍，然后在旗袍里面呢加上了一个西洋神话的一些元素，我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一个对于旗袍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意义啊。朱素贞选择西方名画，含上顶富贵的牡丹花以及宽丽的龙纹。 利用电脑技术，甲印伫布料面顶，互原底花草较传统的旗袍全创新，也产生新的文化意义。旗袍的这个内容呢，也结合了一些文化的一个议题，我希望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一个冲突性。另外，朱素贞为着因应武汉肺炎疫情，伊还阁利用纯的布料来做翠暗套，挂起来阁通和旗袍互相配合，整体的造型是真正人目。伊也希望民众会使到宾美馆。 欣赏伊用心设计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这几年，不时拢会听到有野生动物护车肇事意外。对2008年开始，伫网络就咧专门记录动物死亡的团体，号做路杀社。社长林德温建立大数据的资料库，就是希望减少野生动物死亡意外。 路杀社只听这3个字，可能唔知影这个社团咧创啥物。社团的全名其实是台湾野生动物路死观察网，要来调查甲记录全台湾野生动物车祸发生的地点、时间，也佮有死亡的动物物种。阮就是靠这个手机啊，佮网络的方式吼邀请全台湾所有的人，只要因任何时间、任何所在，只要有看到死去的动物，会当用手机来翕起了，拿资料传达给阮。 实际伫路的行一抓，无2-3步就会发现死去的动物尸体。但这只感觉我都看袂难度较悬啊，但是至少知影伊是树蛙啦吼，因为你会当看到伊尾针遐嘛是有碰起来。路杀社的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无一定爱有专业的背景，只要提供一张相片，拢是真重要的资讯。平均起阮为差不多2017年开始，每档拢差不多有5000外的人参加，会来提供这个记录安尼吼。啊，阮提供的记录为一开始第一档达300外笔，到即马一档拢差不多2万笔的资料。 出门翕一张相片，就当替咱的环境付出，替生态记录。
罗萨社成立到今有万外会员，社团嘛是全球规模上大罗萨社，正做是公民科学的成功典范。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 中部地区对19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6度到27度。 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大鹏园看都出事的动物，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